新的一档，台南市政府人事小可调整，原东区公所的主笔因为调升大内担任区长，这块由着安平区户政主任吴淑凤来担任。但新任的主笔1月20上任，就马上提出退休的申请，而且一过完年假，就一直请休假，等到3月中要来退休。对此引发议员王家珍的不满。虽然伊对主笔个人的生涯规划并无意见，但对着市府人事的安排相当的不满，认为东区18万的人口，无应该调一位要退休的人员来东区。他当然可以申请退休，他当然可以请他的休假。重点，我今天不是针对他个人的问题，而是要问问台南市政府，为什么明知他要退休，要把他派到我们东区来，而他已经斩钉截铁打电话跟我说议员，我不会来上班，我会一直用休假。最好休假是无缝接轨到我能退休。难道你们不知道他要办退休吗？台南市政府不知道吗？对此，民政局长回应，民政系统上户政甲公所的业务并无专业上的问题。局长认为，有着户政调到公所主笔，并无问题。至于人员要退休，嘛是事后才提出，调任前并唔知影。民政系统、区公所跟户政事务所都是民政系统，都是一体的。这个没有说谁是哪一种专业啊。对，我晓得。但调动之后，他才有说他跟他的家人有在商量，说他干脆就要退休。当然，他要退休，我们就尊重他嘛。当时去年那个过年之前，那议员有在反映这件事情，当时市府这边也有在安排说要把他调到其他的职务去。那如果他真的不适应到那个当主秘的话，要调到其他职位去。结果这个部分呢，因为他已经提出退休了，而且退休的速度也是蛮快的，所以这个部分因为要调动到其他职务的部分，也就作罢了，就没有再处理了。因为区公所主笔长期请假，确实会造成公所的困扰。除了区长加重责任，另外目前嘛由着民政科长来代理。市府副秘书长殷思思嘛回应，目前主笔的这块一定要等到退休的流程办完，才会搁再另外找人。对此，议员嘛要求，到时一定要先接会到，绝对袂用互主笔一定下咧，而且嘛爱找愿意来做代志的人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